我也被推着向前，角色一个一个贴在我的脸，要成为谁才能被看见？如果不被定义，我还算不算完全？抚慰叫你离世，也为要你停留，只是提醒你，莫把身份当永久。心与世间，心不住想，你在做事，却不被事情绑牢。如果什么都不住，要怎么升起一颗心？正印不住，心才能生。因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不住成败，不住名分，心而不知，动而不困，在世界中留住自由的根。我说的话会不会留下痕迹？我做的事是不是没有意义？如梦如幻，如露如电，正因短暂，此刻才如此真切。命无所住。